Hello， 大家好，我是嗰本歡迎收看福氣來咯。我哋喺台灣啊，有幾多特別嘅動植物，不過呢，有條動植物也係受到一個氣候、環境，甚至講人嘅影響，更加嘅數量越來越少嘅哦。就像今日，我哋會同大家紹介祖國水質雅蓮條享用。到底雅蓮條一種條嘅叫乜嘅特別嘅地方，又有兩版嘅故事呢？今日啊，我哋就特別邀請到在地舒服嘅嘅團體同志工，好好嚟同大家紹介哦。首先，先來歡迎我哋高雄市野鳥學會林坤海總幹事。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高雄市野鳥協會總幹事林坤海。接下來呢，係我哋在地保育志工，我哋小妹姐。主持人、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美濃湖水質復育園區志工，小妹。哇，歡迎兩位來到我哋節目地位歡迎兩位。首先先來請教一下我哋小妹姐，小妹姐，你講唔係在地保育志工嘛？唔係唔係在地美濃人啊？冇錯，我從漢細就喺那地美濃。係哦。係。漢細時就有看過一個雅蓮條嗎？哦。也咧講起來就個感受。有冇講？因為我漢細就請我讀書，一直到高中畢業又來到高雄市，讀書做事，所以第5年前我哋開始歸去美濃，來接觸到也咧生態。係哦，歸去到美濃接觸到一個保育，做乜嘅？係乜嘅原因本唔想講？我歸去美濃之後，加入一個保育水質一個行動當中啊。因為我歸到美濃，讀到我貴人就係嘉美先生黃淑梅老師跟劉孝生老師，因兩個人就歸熱心也咧水質嘅復育，我就談論嘅研，都得研。做乜會按熱心來復育啊啲水質，結果我去到復育園區也是咧，有看到一種條嘅七彩有獎哦。原來安尼都是本地安獎嘅聲音相對啦。係啊，冇錯。總幹事，剛剛秀梅姐說，她是因為受到這個水質美麗的聲音影響嘛？那你自己本身呢，跟學會這邊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投入到這個水質的保育的工作？因為我記得好像很早之前就有聽說過有這樣子的一個行動。對，其實水質是在應該30-40年前，我還在當學生的時候，水質在高雄的數量就已經快要消失了。我記得我大3的時候，最後一窩水質在園中港就結束了，就是隔年就沒有再出現過了。然後後來台灣要發展高速鐵路，在1990年代的時候，在規劃這個高速鐵路的路線。那最後的一個杜東區，剛好就是路線經過的地方，所以就引起了全台灣鳥友的關注，這樣子。對，所以我們透過環評，整個10年在過程都在搶救水質。對，那最後好不容易就是環評有條件通過，就是要先保護水質的棲地之後，它才可以動工。那這個時間就是在西元2000年，我們就投入了台南水質的保育工作，這樣。所以那個時候開始是台南。對，那可不可以請教總幹事，我們這個水質，因為剛剛其實都有介紹，它就是野蓮鳥哈。那我們都知道它是一個很漂亮的鳥，那到底它有什麼樣子的特色，或者是說它會像是什麼候鳥啦這一類，可不可以跟大家再介紹一下，讓大家更了解水質？OK， 它有一個非常漂亮的名稱叫做凌波仙子。那它長得很漂亮，就是尾巴很長，然後脖子有一個金黃色的一個斑點。對，所以體態呢，在這個腐葉植物上走是非常的優雅、非常漂亮的一種鳥。那過去是普遍分布在我們整個的平原的這些淡水埤塘。但是因為這個環境的開發，就能夠棲息的環境就越來越少嘛。那它還有一個更特別的一個分配制度，就是說，因為它的族群裡面公鳥的數量比母鳥來得多。所以如果是1對1的話，會有很多的公鳥找不到老婆，所以他們就發展出了一妻多夫制這樣的一個制度。這樣，所以一隻母鳥呢，它可能在一個繁殖季，它最多可以跟4隻公鳥配對。好，那母鳥只負責下蛋，公鳥要負責孵蛋，還要帶小朋友長大。
所以真正的是这个好爸爸这样子。哦，对，讲个新好爸爸都版本机啦，就是水质，这个是非常吸引人的，在鸟类的世界里面这样。对，可能能够妈妈归辛苦，在水质这边好像没有给你们爸爸过比较忙碌呢。对，其实妈妈没个辛苦啊，也是很辛苦。系啊，伊要上岸多念暖啊。哎呀，嘿呢吼，讲到要个上论啊，就是说在小敏在你在观察吼，因为这时间你能当回复加入到一个保约航通底部的时间，你这个本身有迄一个相关的可能嘛，还有后续个亚种的知识呢？哦，完全无，我拢喺田顿感嘅欣赏，伊一步一步安尼带我，嘛喺透过遐咧安尼嘅观察有冇去了解遐咧水质，伊嘅安尼嘅，啊其实伊可以来悄悄安尼。伊冬天的样式有冇？伊一年会温200毛，冬天的话是咖啡色的，伊也讲健康嘅安尼金黄色的安尼板块啊，嗰无咁明显，嗰个冬天会翕冲卡，会一团和气，翕冲咖啡色的色神，因为你头到按你拿红了的时间，我就想说，头到中观是没讲吗？它是白色的，然后重重的米，然后我都给你看。奇怪，你拿黑没拿唔出？因为会温毛啊。哦，原来啊，你像俺的冬天会温个大衣平用，可能冬天的时间会温其他的衫服。你能从其他观察有发现到用办个贴配的事情吗？除了可能会温毛之外，有一年、一年，俺们记录到就今年呢，应该讲上半年度哈，拢大旱灾嘛。大旱灾话，伊就。边啊讲啊，水生植物无法度上啊个夹个咩，伊可以利用。等到人也着植物啦，上啊个好的时节啦，台风来的，又做太水，所以啊，做太水的时节，安尼米农湖的水就会安尼液体过来，安尼也咧起地底摆。边啊讲安尼也向安尼植物啦，会水稻给安尼的太水漂走。就安尼去年呢，就有一个调工诶，伊为了要保护伊啊，结到暖吼，所有的植物拢漂啊唔见起来哦，就存到一条，系啊，还有2-3粒卵，伊就为了要保护个卵吼，所以我本来想讲啊，好也咧，迄个安尼诶，一种调的类安尼零星呐，有冇？安尼人嘛，应该嘛会安尼做啊，嘛会安尼做。看到俺们一个亚链条今年的生命力啦吼，比如照顾自家的后代，拼命个摕个台风台伊的时节，古啊摕个，那台风台伊的时节，很多看到安尼，你们会不会帮他紧张讲？俺们香港中期的普风来、拿风来，天数照顾佢哋。当然，我想啊，我想，迄咪可以安尼。改天数但是做唔得。做乜嘅喏？因为伊系2级保育嘞。像可以看，唔可以通数。对。安尼小明仔，睇你能观察吼，有个水质吼，按久的时间地步，还有样板精彩，也系讲讲嘅样相可以同人哋分享嘅呢。我首先想要来分享下咧吼。伊夏天的时间就很安讲。米虫虫，也咧安尼图片吼。做嘛我介绍伊，就是也係安尼历史性的安尼第一册，是雅典田吼成功太嘅。嗰就講也個係第一咧吼，也個富有成功嘅，也個雅典條件嘅時候咯。伫雅典鄉。伫雅典田鄉。伊拄好拄到。佢好型嘅雅典農，雅典農係產銷班第18班嘅李金洲先生，伊就係保留部分冇採數損失嗰度安尼嘅金額，所以啊，就為了要怎樣講啊，也咧小水質係咪可以去雅典同行成功？
哦，我所讲啊，咱咧雅莲农就是讲，俺都苏神之后，俺都特别留一块空来，我本人到雅莲可以做掉，顺势大家穷下来看下先，咩俺真是留下来，你本期可以睇下做掉之后，产生俺下一台，冇想到有个体力都安尼成功诶，就安尼成功哦，就对安尼接下来的啦，西藏调制的拢成功，可以自行独立。安尼下来继续来强调一下总干事，刚刚好。秋梅姐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精彩的那个照片嘛，那我会想说，一开始水质在高雄跟台南这边，在台南这边孵育，那跟美浓的关系是怎么样子？为什么你们会想到说会跑到美浓来关注水质的孵育这一块 ？OK， 因为台南是最后水质存在的一个点，然后我们从那边开始做孵育，那孵育能够成功，也是因为旁边有大概几百公顷的菱角田，所以其实不是只有孵育区的重要，而只是旁边的菱角田这些农民的配合跟政府的这个生态补偿的这个政策发挥了功效啊。但是即使到现在，90%的水质都还是在台南。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农业其实经营比较辛苦，第一个就是农民的年纪都很大，然后第二个呢，菱角它是一个非常少量的一个作物，它只有几百公顷，对，所以如果所有的水质都在台南的话，那风险很高，所以我们野莲刚好就是2017年孝生、淑美老师他们先去租了一块地做这个復育，那也刚好旁边有大概将近有100-200公顷的野莲田，所以呢，我们在很小的地方做復育，可是这些野莲可以在旁边的野莲田繁殖，甚至进一步利用野莲田来繁殖的话，那它的能够利用的栖息环境跟繁殖面积就会增加。对，所以我们一直是担心，就是说它太依靠农业也是一个很大的风险。所以我们就开始尝试去跟一些公部门合作，利用公有的埤塘，或者是一些人工湿地这方面的一个环境，开始来復育水生植物，而且我们是想要去復育这种淡水埤塘的原生的生态。那这样的话，它就会减少对农业的依赖，然后可以活得比较自然一点。在这样的一个脉络下面，我们持续再去做跟其他的一个县市进一步的合作，这样子。对，所以说也是分散风险啊，一方面也是试验呐，对，就让这个行动可以再更加的扩散出去。没错。观众朋友，没想到咱的美浓同雅莲调的关系安尼来的呢。不过咱的雅莲调的孵育同保育真是按成功、按顺利吗？是否有两般的挑战同困难呢？莫走开哦，下一段继续来同大家分享哦。前面有讲到，咱的水质雅莲调怎么个爱来保育佢哋？不过喺美浓一片的保育同疏忽，一个行动真是按成功吗？咱能继续来请教一下两位好朋友，到底佢哋遇到哪条嘅困难同挑战哦？首先来请教一下总干事啦吼。前面有讲到喺台南已经有一个保育嘅，那接下来到高雄美浓的时间，高雄同美浓一两片佢哋的保育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困难或者是挑战？是的，因为这两个作物基本上虽然都是我们讲水生植物，可是呢，农民在利用它的方式不一样。像菱角，它是采集菱角的果实，所以它的叶子还是保留在原地，所以它对水质的繁殖基本上没有影响。就是农民去采了，然后水质就离开，等农民走了之后，水质又回来孵蛋。但是呢，在野莲田，农民在采收是从根部就整个把它拔掉，所以基本上过去的我们的农民野莲农是不允许水质在野莲田上繁殖的。对，所以第一窝我们的李金洲农友愿意让水质在那个地方繁殖，他必须要请他的工人把它围起来，说你这边不要采收，先采旁边的。对，那但是这样的难度很高，因为它的损失非常大，损失好几万甚至是10多万的这个农业的收入，所以它并不是那么容易推广。
对。可是我们从开始做有李金州这样的案例之后，别的农友也觉得他们也认同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慢慢的观念有在转变。所以像去年我们有10窝的菱角水蛭是在野莲田里面繁殖成功。好，就是说一年一年慢慢得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认同。对。安尼想问者，总管是有讲到啊，迄天咧，头讲喺李先生佢开始之后，渐渐咪再有其他嘅农民，家己也个行通，大家有认同嘛？即个咧观察地位，起码嘅原因本，大家认同一件事情，迄讲人哋牛頓咧，有水質體啊做到之後，可能產量又過多，也過好。還係講有其他原因，本大家講，人哋真是愛嚟加熱嚟舒服，有個水質對人哋後輩嘅農業啦，也講菜地嘅環境也好好，有個好嘅幫助。喺乜嘅原因，聽人家觀察之下有影響呢？聽人觀察之下，係因為其實早期也條野蓮農。對於安尼條嘅，還個水質啊，真無友善。因為嗰度講啊，也咧條嘅啊，唯一是也咧野蓮。但是安尼證明用安尼行通去相起來，真是有安尼相片別人看嘛。安尼野蓮條係是蟲嘅。唔咩是野蓮，像頭擺像嘅安尼有一種小屁蹄米奇嘅，伊就剛好插嘅安尼野蓮嘅安尼根莖，根頭也到，為來做到，所以農民就會感覺講，真係野蓮同好是蟲嘅個好啊，剛才咧蟲嘅是迄個個好啊，我就可以減少安尼農藥嘅使用啊，農藥。用過少嘅話，係咪過上錢？原來啊，呢。錯啊，冇唔錯。嗰時講以前嘅農民可能咁冇了解，覺得野蓮條同佢頭度講嘅另外一種係較差嘅，有可能吼，想講佢過來吼，攏會生人哋嘅鏡頭啦，撞人哋嘅葉嘅，佢都會擔心嘛吼。冇想到佢係多多少少啦，同到嘅葉嘅，但係最後佢係食蟲嘅，聽說鳥蟲嘅。聽說鳥蟲嘅，冇錯。總管是就到安尼小明姐講。野蓮其實是蟲誒，冇唔錯嘛吼。嗰時候真的在做這樣子一個繁衍給它後退的時間，是不是對於一個農民朋友都是一個正面的影響？對，一開始農民是有時候還會放鞭炮趕鳥，可是我們開始進去做這個棲地之後，也很感謝政府有一個叫做生態給付的政策，我們就組織了農民去做巡守。所以在這個巡守過程裡面，他們看到，水蛭在吃蟲，然後第二個對它的生態比較了解之外，他巡守他可以拿到政府的一些獎勵金，好，所以農民就開始對這個鳥的態度有所改變，就不是以前說啊，只要看到鳥在那邊就覺得它不好，他因為他在這個巡守的過程裡面，他發現，真的鳥對他是有幫助的，然後慢慢巡守那個感情也會出來，然後呢，水蛭它如果在友善農作的話，它也可以拿到這個棲地的獎勵金。那如果在野蓮田繁殖的話，也有繁殖獎勵金。所以有多重獎勵的情況下面，農民的態度就改變了。所以從2021年我們做這件事情，就發現哇，那個真的跟農民之間的關係就越來越融洽。所以後面才會有所謂的，就是我們也想要去減少。水蛭在野蓮田繁殖造成對他們的損失嘛，所以就開始幫忙賣野蓮，就有後續的這個所謂的這個互助聯盟品牌的產生，這樣子。冇想到作為咧保育嘅行動，還滅到會有一個品牌成立了一個品牌。那繼續總管是強調一下，一個品牌係用滿天數大家來賣一個野蓮，怎麼去行銷這個野蓮呢？一開始是就是這個水蛭在班長跟李金州的田裡面繁殖嘛，哈，那因為對它造成的損失，所以我們就跟這個班長講說，我們用比較高的價格幫你買，好，幫你買，然後呢，就等於是叫做友善水蛭的野蓮，那鳥會來幫忙做一些行銷，那這個時候呢，我們的其他政府部門，像文化局、青年局，他們也看到了這樣的一個和諧的互動，
他们就帮忙找设计师来帮忙设计品牌 logo，然后呢还印了一些，比如说包装袋，还有纸箱，好让这个野莲出去，它有比较好的品相这样子。所以我们先从这个方向来开始跟农民进一步的合作，等于是肯定他们在水质保育的用心，然后也弥补他们的一些损失这样子。对。就像讲，以前人哋网络上看到的认同抢分享，更加人有个品牌系讲认同请购买，就是说有认同这个行动，请购买我们的野莲，也系一件事情然后，安尼想话者，有个互治联盟喺底部甲你成立一个品牌之后，人有发现到讲，除了农民啊，或也讲菜体人，大家认同之外，还有其他的变化吗？因为俺能介天数买雅莲之后啊，伊自家本身啊有成立安尼选手队，也是8班的产销班的是8班的，就成立选手队，自家来选手可能都在俺的雅莲田方有一道的雅莲，起源的田球方。除了安尼在地的认同跟其他可能社会上其他朋友的认同之外，谈讲连政府机关也有认同，甚至还有拿到奖。总干事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品牌的用版为什么还可以拿到奖？非常感谢，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孝生跟淑美老师他们自己拿自己的退休金来做栖地嘛，但是因为租的是私人土地，比较永续性我们不确定，因为私人土地它可能就会卖掉啊，或者是在做其他的用途，所以我们就去找高雄市观光局来协调，说这么好的一件事情有没有办法把它扩大面积？好，那因为我们跟高雄市政府观光局在鸟松湿地已经合作超过20年，所以他们对鸟会在做什么也非常的信任，所以呢，就刚好在108年有一个美浓湖前瞻水环境计划。那就把本来要做一些硬体设施的，我们来做栖地的改善。然后在2021年完工之后，2月就交给鸟会来认养。那这个工程呢，被台湾河西网它评鉴全台湾50多个前瞻水环境的工程里面，它拿到第1名，金苹果奖。好，金苹果奖。对，那我们去认养这个栖地呢，因为政府也没有钱，给我们，所以我们就拿这个所做的这些东西去投这个联电的绿奖，然后那一年我们也得到了绿奖，好，就等于是协助我们来做这个后续的这个经营管理，这样子。就等于讲拿到一个奖，一个奖牌，对，这个是联电的绿奖，绿奖哎，就等于讲其实一个行通就像头头讲的，不只是菜体人，也讲社会的一些其他人认同，连政府机关，他也其实也认同一件事情，还有一件好的事情。那透过这样一个认证来讲，有没有真的是实际上帮助到？会不会人才富裕的行动有没有什么更实质上的帮助？有的，因为我们刚刚讲，政府他用这个水环境的经费去帮忙营造栖地，还帮我们盖了一个工作站，让这个认养的团体可以后续，包含我们的志工可以在这边做很好的一个工作。可是呢，他没有额外的经费可以补助我们，去比如说买一些水生植物苗啦，或者是我们有一些这个兼职的人员要付的人事费啦，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就是及时雨，我们去投了这个绿奖，它里面有奖金，就可以支持我们。那因为我们也得了一些奖，当然也会获得社会大众的一些认同，所以开始的一些小额捐款也慢慢进来。那甚至有一些企业也看到了，他们也会来赞助这样子，让我们这4年来到现在都没有亏钱，还可以持续经营下去这样子。对，就係講其實有個行通，唔係講人自家菜體人啊，有一個團體，大家係講我們要守護，我們要守護，唔過得到有個獎項之後，真係大家真是有看到講，有做出時機出來，大家講人可以放心嘅，將一條資源分一條團體從菜體嘅人，繼續來舒服。因为俺能相信，有一個認證之後，一個行通真的開始越來越有價值，係安尼嘛吼。冇想到觀眾朋友，俺能在舒服水質嘅行通除了菜體人嘅認同之外呢，連政府機關也一定嘅認同哦。不過，談講沙期直播還有幾多神奇嘅故事，大家唔好錯過 CB 繼續嚟同大家分享哦。
舒服水质是一条漫漫的长路，我们菜铁的团体同志工在努力之下，渐渐的有了成果。不过头头讲的认证啊、奖杯啦，也条我看了几多。有一个东西我真好奇，到底係獎杯也係乜個東西？我嚟請教一下佢哋。小明姐，條都唔能講嘅，也條認證啊，獎杯啦，獎牌也條，我都認得出來。不過也個盒嘅，書頭嘅，佢到底係獎杯也係乜個？當個有寫首獎，也個有乜個無共用嘅地方呢？也咧獎非常嘅特別，伊係對也得到的時間係2022年，也咧信義房屋所舉辦的一個，信義房屋以19年以來，投資超過5億以上的安尼獎項來獎勵啊，也咧首獎，也咧首獎，我哋提的案呢係我哋志工地部有咧很多陳慧珠演一家人，演頭擺就係用安尼團嘅，鄉下見下團嘅公務人嚟熟嘅嘛，所以就變啦一個黃會嘅別詞，我哋咧市地嘅主任陳柏豪，伊就想講假伊也咧黃會嘅別詞啊，係咪講啊可以來種也咧安尼嘅水生植物下去，就賦予也咧水生植物下去，可以該也咧水生植物拿到市地去使用，伊就有安尼嘅計劃，咁安尼咧志工啊，因規家人攏係安尼美濃湖水質復育園區嘅安尼嘅志工，像陳慧珠啊，楊某嘅黃文如啊，還有黃俊成，特別要講嘢咧黃俊成，伊從結束就開始來做安尼咧志工。嗰時候講緊嘅規路卡，因為參加你咧發動有認同啊。結果規路卡攏來教你做一個志工，錯，所以提嘅案呢就是講啊，該荒廢的別池，變成水草的樂園，重新再利用都錯嘅，重新再利用。嗰時候講緊咧工作站，菜鐵工作站，看到只要有一個機會啦，有閒置的空間，也係講有資源有機會可以利用，睇樣嘅水質嘅疏忽行通之上，大家一定都會一起來去投入嘛，就是像包括一個這種誒，就是利用菜鐵我們在地社區的力量去投入，不是說靠其他公部門啊，還是什麼，或者是像總幹事一樣，他們就是學會的。其他團體的力量來投入，而不是這個菜鐵自己在地社區去獨立運作，才得到這個獎。你們真是幾厲害呢！得到也獎之後呢，我哋隔壁嘅東門國小嘅安尼嘅全教就利用伊嘅安尼嘅校慶嘅時節啦，嘛帶也到小朋友去安尼咧也咧水草樂園嚟做也到安尼活動。坐下睇嘅魔毯燈紅啊，嚟觀察看一到安尼嘅水草，冇就安尼咧別池地背，會種安尼雅蓮咧，不願去提供啊，綁雅蓮嘅安尼嘅樂趣。甚至於講啊，漢唐講今日唔單止參加我哋發通哦，今日甚至於講將一貴嘅舒服嘅行通來編做一個故事，還去拿到比賽得獎，係咪？就係一個特優，當個頭頭我有看一下，佢當個寫嘅故事，你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冇？好，有啲特優係因為係美濃嘅種咧，東門嘅時候，嗱我用東門嘅時候，幾好嘅幾多嘅故事，像以安尼嘅東門嘅時候3年生嘅小朋友啊，伊就發想講啊，用手做餅乾，來。也咧將也咧義賣嘅所得啦，全部捐俾安尼水質基地做富裕嘅安尼用途。東門嘅時候有跟安尼基地合作，辦了一個養堆，伊下係安尼詩詞創作嘅一種養堆，由安尼林淑芬老師所帶領一道小朋友來寫一道安尼歌詞，其中有啲歌詞啊，第八就講啊。給小朋友寫啦，就講，看到也咧安尼水質安講，尤其雅蓮田吼，伊就寫伊講啊，很愛雅蓮調好冇？林淑芬老師就想講，也記個講嘅安尼詞哦，所以之後啊，也咧雅蓮調就變成講安尼美濃，來喊也咧水質按到雅蓮調。
菜地发的名啊，就按来来啦吼。啊，咱个113年就去年呢，全国语文竞赛，有安尼个退休的主任李玉，伊嘛将遐个安尼个雅联调，伊雅联调的安尼提出来写伊个安尼个朗读稿，得到全国的安尼个比赛的安尼高中组的安尼是这个，啊，伊伫边安尼个写安个。念一社团的好吗？好啊，分享一下。分享一下，也咧迄个113年全国语文竞赛课语朗读高中组，热天嘅米农湖，湖面就像太太嘅江诶，日頭下發光嘅水泡，入吧入嘅，江嘅地背有層層貼貼嘅熒光，青溜溜嘅樹誒，還有發發嘅田。啪啪嘅雲，也在世界一層雅聯調呆呆嘅鼻哥湖面。哇，可以有画面呢！安尼唐风的真是可以讲的一件事情。没想到俺那小朋友好的，很厉害，从线上向下来创作一个按度清好的一个作品。我说讲难怪会得奖。啊，因为一个束缚行通的效益吼，我们刚刚讲，甚至于讲互制联盟一个品牌，这些大家周边结合起来的束缚的效益，真是大过于俺的想象呢。啊，甚至于讲一条阶段性的成果，俺底下讲野餐的推出一本非本的部分，也是结合的阶段性的成果，就像头头讲的个雅联调啦，一条菜地发的名诶。变着这个绘本的内容，那除了蔡天人职工啦，大家学校的作业都会发通知外，总管是那学会这边实际上的守护行动还有什么样子的活动去配合呢？其实我们因为这样的一个工作，吸引了很多来自全台湾各地的单位来这边参访。那我们所做的工作最近也得到了这个所谓我们的中央保育单位的认同，他把它定位为一个叫做 OECM 的一个案例，就是陆域有效保育地。那这个 OECM 呢是联合国，它为了要推动生物多样性保育，希望在2030年之前这个地球的面积有30%能够划入保护的这样的一个行动，这样子。对，那我们民间所做的这件事情，就得到了我们政府的一个认可，也是符合国际的一个标准。对，那所以这个效益一直在向外扩大发酵。像我们去年我们做了水雉的戏放。那我们的鸟竟然飞到花莲去了，所以我们也跟花莲去做交流，去做交流。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在美浓所做的这一切，能够扩散出去，跟其他的县市或者是有新的NGO 或者是单位一起来合作这样子。对。那目前来讲，后飞亚片它有针对一个美浓给一个水雉府有去安排什么样子的活动吗？其实非常的多，像我们最近这个礼拜就要招募志工培训，新的志工。好，然后呢，刚刚提到有来自全台湾各地的这些参访团，他们来这边认识水雉，了解这边的文化当然我们也会延伸到美浓的其他的这个景点，就等于是连带的带动了一些不管是观光或产业的活动。那针对我们的志工，我们也都有一些增能的课程，然后也会到其他的湿地去做这个参访，跟交流，等等。好，那甚至我们自己会办一些课程，也开放让其他的这个朋友来参与。对，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参与的机制非常多，包含来这边种水草啦，来这边体验啊等等的活动这样子。最面上的强高总干事啦就近刚俺的20年来，有个水质的富裕宽宏来，喺达忙成功的，错嘛，很成功。唔管连甚至于今年原本喺台南的到高雄的，甚至于到近刚花东来讲，那我们的水质近刚的数量来讲，喺唔係已经达到当时有设定的目标，就这个守护的行动算是成功这样子。基本上算是成功，但是我们一直觉得就是说，还是要持续走下去，因为它是从一个本来很普遍的鸟变成濒临绝种，
然后我们又把它富裕回来，但是还是有很多地方的人没有办法看到它。即使是在我们高雄市，很多的埤塘也都是空水域，就是那个生态已经都完全消失了。那水雉它是一个这么漂亮的一个淡水埤塘的指标鸟种，我们希望台湾人大家都可以看到它，甚至是未来我们的富裕行动有可能成为亚洲其他地区仿效或学习的一个目标。对，所以我们应该会继续再走下去，这样。我们做有个应该冇停下来的时间啦，吼。是。观众朋友，今晡日我们总管是同秀米姐带来的故事，係咪可以感動呢？也大家會想哦，更加我們睇舒服嘅行動，係絕對做唔得停下來嘅。總話嘅呢，假使講我們更加停下來，我哋後輩人可能都看唔到，也就按等一下嘅通知物。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可能今晡日嘅節目之後，有感動嘅話，共同來舒服我們台灣寶貴嘅一條通知物，舒服我們自家嘅路卡、自家嘅土地哦。今晡日再一次感謝兩位，吼，帶來按精彩故事從。按等一下嘅水雉啦，吼，感謝兩位，感謝主持人，還有感謝觀眾朋友，歡迎觀眾朋友來我哋美濃了，是雅蓮保護雅蓮條。謝謝主持人，謝謝各位觀眾朋友，那歡迎大家來到美濃，成為水雉之友，謝謝。好咯，安尼我哋愛今年有個舒服行通之前，同樣愛照顧自家嘅健康，加嚟聽聽先生，要運動一下咯。希望我哋福建來嘅節目嘅朋友，記得點讚天客家電視台嘅頻道，順勢記得分享出去哦。